最新醫療剖析，邢健為你直擊。歡迎收睇醫療事，邢健講。醫療政策每年都有更新同變動，加上科技迅速發展，醫療健康嘅技術亦都日新月異，所以醫療事邢健講會每集同你講解本港醫療嘅相關資訊，由政府政策到唔同嘅醫療技術突破，全部同你嘅健康息息相關，等你緊貼最新醫療發展。作為節目嘅第一集，我哋會同大家介紹香港恆常同普遍市民都受惠嘅醫療資助。事不宜遲，一齊睇睇有咩資助你都可以享用。我哋首先睇睇針對政府資助嘅免費大腸癌篩查計劃。點解要做大腸癌篩查？根據衛生防護中心資料顯示，大腸癌係本港最常見癌症之一，但早期唔容易發覺，多年嚟都係香港致命癌症嘅頭2名。香港每年都會有幾萬人因為大腸癌而要住院，當中更有幾千人死亡。而大腸癌篩查嘅目的就係希望令市民喺未出現任何病徵前及早發現，以便及早治療，增加患者康復嘅機會。政府資助免費大腸癌篩查計劃喺每年年初更新，由政府資助合資格人士免費進行一次大便免疫化學測試，其後結果如果係陽性，而需要進行切除息肉或大腸鏡檢查等後續治療，醫生亦只會向參加者收取唔多於港幣1000元嘅額外費用。相關篩查可以及早識別未出現病徵嘅患者或高危人士，等佢哋能夠及早接受治療，大大提高治癒率。香港居民只要符合以下嘅資格就可以參加計劃。至於季節性流感疫苗資助計劃，流感同普通感冒唔同，症狀一般都比較嚴重，甚至可以引致死亡。免疫力差或者長期病患人士都要特別小心。而流感針係其中一種最有效嘅預防方法，亦可以減低因流感入院留醫甚至死亡嘅風險。衛生署就建議所有市民每年都應該打流感針，保障個人健康。香港流感高峰期係每年1至3月，而接種疫苗之後一般需要約2至4星期後先可以產生抗體，所以政府季節性流感疫苗資助計劃係喺每年9至11月期間開始新一個季度。大家每年差唔多時間就要記得留意政府公布。香港居民只要符合以下其中一項嘅資格就可以參加計劃。緊接落嚟係肺炎球菌疫苗資助計劃。肺炎球菌感染同普通傷風唔同，殺傷力可以好強，除咗引致肺炎，甚至會惡化成腦膜炎、敗血病等。對於長者或者免疫力弱嘅人士，威脅特別大。而打肺炎針係預防入侵性肺炎球菌病最有效嘅方法，亦大大減低感染之後出現嚴重併發症同死亡嘅風險。衛生署就強烈建議合資格長者要盡快接種相關疫苗，以加強保護。肺炎針唔似流感針咁要年年打，通常長者只要按指示打1至2針就可以得到長期保護。加上肺炎球菌感染全年都可能發生，並無特定季節性，所以計劃係全年都接受申請。只要你年滿65歲又未完成接種，就記得要盡快安排打針。要留意肺炎針有唔同款式，不過醫護人員會按照你嘅情況建議你應該打邊一款肺炎針。市民可以放心，唔使怕打錯針。香港居民只要符合以下嘅資格就可以參加計劃。另外仲有長者醫療券計劃。長者醫療券係政府直接為長者提供醫療資助嘅計劃，符合資格嘅長者每年都可以獲得一筆費用，俾佢哋去合資格嘅私營基層醫療服務提供機構，用嚟支付相關健康服務嘅費用。醫療券除咗可以用嚟睇急症，仲可以用喺身體檢查同預防護理服務，可以幫你及早發現隱患。呢個獎賞計劃就係想鼓勵長者多啲使用特定嘅基層醫療服務，例如健康檢查或者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嘅定期跟進，有咩唔舒服都可以及早發現，減低日後患大病入院嘅風險。謹記醫療券累積金額係有上限，政府建議長者善用呢個資源，每年都應該用嚟進行相關嘅健康服務。點先可以申請醫療券資助呢？凡年滿65歲嘅香港居民，每年都可以獲得金額港幣2000元嘅醫療券。假若醫療券有用剩，可以保留同累積，累積上限係港幣8000元。要申請參加醫療券計劃，只要等你合乎資格之後，到任何接受醫療券作付款用途嘅機構使用服務，佢哋就可以幫你開通醫療券戶口。
以及存入你當年獲得嘅醫療券。其後每年1月1日，政府就會自動將你新嘅醫療券金額存入醫療券戶口。最後要講嘅係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高血壓同糖尿病係都市人嘅隱形殺手，初期往往冇明顯病徵，但長遠會引致中風同心臟病等嚴重後果。根據衛生署人口健康調查資料顯示，本港15至84歲人士當中，近一半人士有最少一項三高問題。提早篩查係預防併發症最有效嘅方法，所以政府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資助市民以優惠價錢喺私營市場接受篩查同治療，由家庭醫生長期跟進病情，推動早發現、早治療嘅理念，保障市民健康。計劃採用共付模式，政府會資助大部分費用，參加者只需俾一次性優惠共付額，就可以享有篩查、醫生診症同化驗服務。若檢測後確診糖尿或高血壓問題，亦可獲後續診症同藥物資助。所以如果你未曾有或者未進行過相關檢查，就記得盡早揾家庭醫生登記參加，作定期檢查同跟進。合資格人士可經任何一間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合資格私營機構參加計劃，配對家庭醫生進行篩查以及後續跟進。一般長者、有吸煙習慣同肥胖人士都係患有三高嘅高危一族，建議定期檢查同觀察相關指數，以及早作出改善同避免問題惡化。香港居民只要符合以下嘅資格，就可以參加計劃。盈健醫療作為政府認可嘅服務提供機構，以上介紹嘅政府資助醫療計劃，市民都可以到全線嘅盈健全科醫務中心即場登記同使用服務，無需預約。如果對以上計劃詳情唔明白，除咗可以到相關計劃嘅政府網頁查閱之外，都可以隨時去到任何一間盈健嘅醫務中心，向我哋嘅職員查詢。今集嘅內容就嚟到呢度，如果對相關內容有任何問題，可以透過留言問我哋。如果想緊貼同知多啲最新嘅醫療資訊，就記得要讚好、分享同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集再見。